你妈这瓜婆娘又来了，一天灌你妈58遍，见都不买，哼！哎，老板，你们这鱼肉粉按一好钱啊398吧，这么贵，啥材质的哟？韩国进口的，一件赚你5万，买一件吃1年。哎，这个羊毛衫可以的嘛？这个举不举人哦？要举，要把你全身都举流血的那种。上得不起球球啊？要起，困身了起满的球，起来像你身把满的革枣一样。上这个皮衣得不掉皮哦？皮衣不掉皮就不掉皮衣了，肯定要掉皮噻，穿一次掉一次，起码掉得透明的网网那种。哦，你这衣裳这么贵，质量又不好。哎，这个鞋还有点好看的嘛？老板，这鞋得不夹脚呢？咋不夹呢？这个鞋起码把你10根指纹全部都夹成甲沟炎。哎呦我的妈！哦，你这东西又贵又便宜，你还卖这么贵，老子不买了。瓜婆娘，买不买得起嘛？天天来逛。